特朗普加咁鬼死多關稅，係咪黐撚線㗎？喂，你講咩啊？點可以咁樣講㗎？你發布呢啲咁樣言論係做啲咩啊？你目的係咩啊？點解可以發布呢啲咁衰嘅言論㗎？佢啊！其實你係大可以唔使咁噶，香港市民擁有住言論自由、新聞自由同埋出版自由。我教十得四十年，應該要背住意大利嘅事情咯，係咪先？你哋喺度做乜嘢啊？你知唔知香港正常唔可以喺度集會㗎？仲要喺度講埋啲唔知乜鬼嘢，係咪想俾人拉去食牢飯啊？可以大不如此㗎，香港市民行入協會、集社、罷工同埋遊行示威等嘅權利，呢都先寫喺基本法第2章第27條。所以先生 please calm down。而所得2個人咋，邊構成集會嘅呢個源頭？根據香港基本法第27條，香港居民享有言論、新聞、出版嘅自由，結社、集會、遊行、示威的自由，組織同埋參加工會、罷工嘅權利同埋自由。